阿湯最後一次任務，高空玩命驚爆曾分過去。湯姆克魯斯 Tom Cruise 經典系列電影最新續作《不可能的任務》最終清算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即將上映。片商在日前第59屆超級黃金廣告時段釋出一段30秒的預告片，秀出湯姆克魯斯招牌的狂野特技演出。在新預告中，湯姆克魯斯飾演的伊森韓特 Ethan Hunt 我需要你們相信我，最後一次，暗示這次可能是系列最終章。雖然湯姆克魯斯和導演克里斯多福麥奎里 Christopher McQuarrie 尚未證實這一猜測，但他們承諾新作將結合前幾集的劇情線。此外，阿湯哥驚爆曾在拍戲現場昏厥。他接受帝國雜誌訪問時透露，很多人以為他是在2022年拍掃捍衛戰士獨行俠時因為駕駛 P-51 戰鬥機時昏倒，但其實他是在拍攝不可能的任務，最後清算不可能的任務8時昏厥。他表示拍攝飛機特技時出意外，當你把臉伸出飛機外，以每小時120到130英里的速度飛行時，你就無法獲得氧氣，所以我要訓練自己如何呼吸。有時候我會昏過去，就無法回到駕駛艙。如出嚇壞不少人，真的是玩命在拍戲。阿湯哥的招牌系列作《不可能的任務》系列電影從1996年開始拍攝，一轉眼已經28年。最新第8集敲定名稱為《不可能的任務》，最終清算，阿湯哥依舊是超級拼命的伊森韓特。文雷姆斯 Ving Rhames 席蒙吉 Simon Pegg、范妮莎寇比 Vanessa Kirby 等老班底也將一同回歸。新加入的演員包括尼克奧弗曼、Nicole Kidman、巴布奧登科克、巴達甸強。新作還介紹新的團隊成員，包括龐克萊門哲夫 Pom Klementieff 飾演的刺客 Paris， 以及格雷格塔扎戴維斯 Greta San Davis 飾演的 Degas。目前曝光的劇情讓粉絲對將解決的任務充滿好奇，他們也期望在上一集死去的角色約什雷貝卡弗格森 Rebecca Ferguson 能夠回歸。新作的拍攝地點包括巴塔哥尼亞 Patagonia 東京街頭以及一座古老的中東地區城市，還有一場驚險的雙翼飛機特技演出，展現湯姆克魯斯一向精彩的表演。他向來親身做特技演出，粉絲也期待這部最終清算是否真的會解開前作不可能的任務致命清算 Mission Impossible The Reckoning 留下的伏筆，完美收尾。